Hi，我係張弛。Hi，我係梁志高。趙哥，其實我哋係同門師兄弟嚟㗎嘛？正宗同門啊！係啊，廣州大學播音主持專業。係，你係邊一屆啊？我係02年畢業啊！哎呀，我啱開02年入學，跟住我係05年入廣東省台，係，跟住你係05年離開廣東省台。趙哥啊，你係做咗幾多年嘅新聞主播啊？差唔多24年。有冇邊一件事或者係邊一條新聞你係特別印象深刻嘅？可能俾自己最大嘅一個震撼就係08年嘅汶川地震，係當時我都去到嗰個震中嘅嗰個位置，咁啊喺嗰度做咗1個星期嘅直播，每日就望住全部倒冧晒嘅映秀中學，其實每日嘅心情都係好震撼嘅，見到所有嘢都係好震撼嘅。我回憶下我啦，因為我係05年入台，我記得當時咧都係啲前輩一直都喺度教導我哋啦，好似阿鄧兆輝老師、江樹雄老師，包括後來我又嚟咗廣州台實習啦，阿林江老師都係教我好多，包括小麗姐啦，同埋後來我同尹哲老師都係跟佢學習過。我覺得我哋可以通過今次嘅呢個採訪，等大家回憶一下曾經嘅呢個時光。冇錯，歡迎收睇630新聞。而家係新聞嘅詳細內容。接再嚟睇其他方面嘅消息。呢次嘅廣慈新聞播出完啦，更加重要係通過粵語咧去了解粵語背後嘅呢個嶺南文化、粵語文化。